民眾黨的李正秀昨是頭一屆徛起咧立法院的院會，這行政院長杜英泰上台了後，是強調講這李正秀無依法來放棄中國人的身份，所以這行政院嘛無義務來回應。最後這李正秀是一個人徛在台頂講15分鐘，無人甲應。我覺得國人都在看啦，這樣子公然的羞辱陸配立委，其實是很囂張，也很過分。行出立法院議場，民眾黨立委李正秀干着目屎控訴，因為佇議會第一遍質詢，邀請官員備詢時陣，這個行政院長杜英泰上台，而且自頭到尾面對立法院長韓國瑜說明立場，是基於對於院長主持大院議事秩序的尊重。站在對面的李正秀女士，她並沒有依法放棄中國的戶籍跟國籍，不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，就沒有權利來行使憲法的權利。那麼行政院也沒有義務來接受這樣的答話。希望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能夠依據相關規定，尊重本院立法委員的質詢權。韓國瑜重申立委職權了，宣布休困，加杜英泰協商，和李正秀一人徛在遐等。在恢復開會了後，杜英泰態度正堅定，老神在在，坐在議會的，並承認立委蔣家炳的身姿，和李正秀一個人在咧台頂講：拜託所有善良的台灣新家人，我們一起來阻止這個毀憲亂政的賴政府繼續惡搞。講到家己為效忠中華民國，李正秀目屎含在腦。其他7位民眾黨立委也攏以捍衛中華民國法制、捍衛中配參政權的牌仔表達聲援，以黨團的名義來捍衛我們李正秀委員問政的權益。個人的行為言論，那就由我們的中評會來做依規的處理。因為李正秀在民眾黨內紀律的證據，但講中評會催告可能會做開除黨籍的處分，黨團總召陳清良無加做評論。李正秀是講，民眾黨是有制度的政黨，尊重中評會獨立判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